急着发言，却没人在乎谁被淹没。画面切得太快，情绪被迫旋变，故事还没说完，结论已写在字幕前。他们说沉默比较安全，不要让火再蔓延。可越不被允许开口，越想默认一切谎言。当这一杯我成无期，只想谁都不必负责，标签贴得那么用力，却从不挽回不回头。如果世界只听最大声的判决，那被压低的心跳，是不是永远没资格？时间被压缩成几秒，真实却来不及出现，每一个停顿的表情都被解读成缺陷。他不是没有话说，只是还在承受，被放上台面之前，没人问他能不能承受。如果喧嚣退后一步，让空气重新流动，也许答案不用靠推挤才会成功，不是所有质疑都需要被攻破，有些真相只需要被保留。当这一杯我成无期，世界却假装无辜，声音在空气中颤抖，没有人替他停住。如果有一天安静不再是错误，那声音之后，是否还能留下人住？声音终究会散去，留下真正重量，在一切喧嚣之后，人是否还在？